其實城市係好繁忙，係好高壓。我諗每個 artist 每日嘅 schedule 都好忙碌嘅，咁我諗時間對我嚟講係代表咗感受，因為每一日嘅時間就係每一日嘅人生。點樣可以好鬆容自在地去活每一日？我諗辨識到究竟選擇同埋控制嘅分別。管理時間嘅方法，我諗我自己會喺一本書嗰度，其實我會寫低嘅。有邊啲動作我覺得係多餘無聊嘅，然後我會喺嗰1個鐘嗰度慢慢扣除。咁我慢慢咁樣去揾到自己嘅一個管理模式㗎。即係好多時係我揸緊電單車啊，或者做緊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嘅時候，我會進入心流。你去到100，去到200，你喺 track 嘅時候，其實係一個好高度 focus 嘅一個 moment，你係唔容許任何嘅出錯。點樣揸得好，就係要以一個最鬆容自在嘅狀態。其實你係某程度無視咗個速度，你先至可以去到你心中最高境界。咁越係控制嘅時候，你越做唔到意識、平衡、節奏、心流。我覺得呢一樣嘢，無論係喺人生入邊，或者創作入邊，或者喺電單車上，我覺得都係有佢嘅共通點喺度。我哋雖然未必可以控制時間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控制我哋嘅時機。而最好嘅時機就係而家。